各位街坊、各位觀眾，大家行街嘅時候，如果見到地下有個銀包，或者有一沓厚厚地，睇落起碼有幾張大牛1000蚊紙嘅現金，你第一時間會點做？係咪會好自然咁諗住，咦，邊個咁唔小心跌咗銀包啊？等我執起佢，睇下入面有冇電話或者身份證，幫手搵返個失主，或者交去警署啦。如果你真係咁諗，真係咁樣一字咁淺，一彎腰就執起佢，咁你就真係中晒大鑊，執到個奪命銀包陷阱啦。今時今日全香港周圍18區，尤其係啲藥房、街市或者人多擠迫嘅大商場門口，最近頻頻出現呢種專門針對我哋一班老友記、普通市民嘅執銀包騙局。你以為自己係做緊好人好事，點知一執起，轉頭就有人衝出嚟指住你，話你偷嘢，甚至乎話你執咗佢個銀包，入面少咗幾千蚊，要你即刻賠錢，唔賠就話報警拉你，直情係將你逼入死胡同，令你險些變咗盜竊犯。今日我就要用一個啱啱發生喺我哋身邊嘅真人真事，一位60幾歲老友記嘅親身慘痛經歷，同大家一五一十、原本咁拆解呢個極之卑劣、極之無良嘅奪命銀包陷阱，等大家提高警覺，話埋俾身邊嘅老豆老母、公公婆婆聽。記住一句話，見到地下有錢或者有銀包，千祈唔好掂。呢位街坊我哋叫佢做陳生，今年60有3歲，已經退休咗2-3年。平時最中意去街市買下餸，去藥房幫老婆買下藥材，過着一啲好平靜嘅退休生活。就喺上個禮拜一個下晝大約3點幾，陳生一如既往咁行去屋村附近一間幾大間、人流好旺嘅藥房，諗住幫屋企買2支沐浴露同埋一些日常藥品。當時藥房門口好多人，有啲人排緊隊付款，有啲人就喺度睇緊特價貨品。陳生買完嘢，正當佢一隻腳踏出藥房大門口，準備轉身行去小巴站嘅時候，佢眼尾突然間掃到地面上，就喺藥房門口個易拉架隔籬，竟然有一個黑色睇落幾精緻嘅真皮銀包。陳生當時第一反應真係純粹出於好心，佢見到個銀包仲要微微打開咗少少，露出咗一沓好似係金黃色嘅大牛1000蚊紙，睇落入面起碼有幾千蚊現金。陳生當時心諗：哎呀，邊個咁大意啊？依家市道咁艱難，執到呢個銀包嘅人如果一去不返，個失主一定喊都無眼淚，分分鐘係人哋嘅醫藥費或者生活費嚟㗎嘛。於是乎，陳生就喺完全冇防備，亦都冇諗過有欺詐嘅情況之下，行前一步，彎低條腰，伸出手去執起咗呢個黑色嘅銀包。點知佢個手掌都未完全握實個銀包，甚至乎連入面有幾多錢，有冇身份證都未睇得清，後面就突然間傳嚟一聲好大聲、好惡、好有針對性嘅呼喝。個男人大聲嗌話：喂，你做乜偷我個銀包？陳生嚇到成個人震咗一下，一轉身就見到一個30幾歲、身形幾高大、戴住黑超同金鏈、口氣非常之囂張嘅男子，好似一隻室內加爾獵豹咁衝過嚟，一把就搶走咗陳生手上個銀包。陳生當時雖然覺得莫名其妙，但佢依然好好脾氣、好客氣咁同對方講，話自己只係見到個銀包跌喺地下，諗住執起佢交俾藥房職員或者睇下失主係邊個，絕對無偷嘢嘅意思。點知嗰個金鏈男完全唔聽陳生解釋，一拎反個銀包就當住條街咁多人面前，非常之誇張咁將個銀包翻開，一邊掃入面啲錢，一邊大聲叫囂。佢掃咗2下，就即刻面色一變，指住陳生個鼻哥尖大罵，話：你個死老頭，你仲話唔係偷嘢？我個銀包本來放咗5張1000蚊大牛，即係總共5000蚊，依家點解得反2張？少咗3000蚊啊！一定係你啱啱執起嗰陣，手腳乾淨得滯，1秒鐘之內收埋咗我嗰3000蚊。你依家即刻交返3000蚊出嚟，唔係嘅話，我即刻報警拉你，話你行竊、偷竊他人財物，等警察拉你坐花廳。陳生一聽，成個人當場呆晒，簡直好似晴天霹靂咁。佢2隻手根本就由始至終冇放過入個銀包度，點可能攞到佢啲錢？陳生當時真係好委屈，面都紅晒，佢不斷同周圍圍觀嘅路人解釋，話自己真係冇攞過，佢只係啱啱執起個銀包，
1秒鐘都冇。但嗰個金鏈男根本不依不饒，仲越叫越好大聲，特登吸引埋好多行街嘅市民行過嚟睇熱鬧。個金鏈男仲好熟練咁攞部智能電話出嚟，一邊話要報警，一邊仲作勢要拍陳生嘅樣，話要擺上網等全香港人公審佢。陳生一個老人家，一世人老老實實，連過馬路都唔敢衝紅燈，邊度見過咁嘅大場面，邊度頂得順俾人當街當巷話係小偷。佢當時心跳得好快，血壓即刻飆升，直情驚到腳都軟埋。就在呢個時候，突然之間從人群入面走咗另一個40、50歲，着住便服，睇落好似好斯文、好和善嘅男人。呢個男人行出嚟做和事佬，佢一臉同情咁扶住陳生，然後擰過頭去同個金鏈男講話：喂，老兄，大家街坊街里，唔使搞到咁大件事啊！呢位老人家睇落都唔似係有心偷嘢嘅，可能真係一時糊塗，或者大家有啲誤會呢。個金鏈男就繼續扮到好憤怒咁話：唔會，我唔理佢有心定無意，總之我依家唔見咗3000蚊現金，呢度係我啱啱去銀行提款機提款出嚟嘅血汗錢，總之邊個掂過我個銀包，邊個就要負責，唔賠錢就一定報警，等警察嚟搜身，搜到佢有，睇佢點死。個和事佬就轉過身，好細聲，好似好心咁勸陳生，話：老人家，你聽我講啦，依家班後生仔好衝動㗎，你睇佢個樣橫眉怒目咁，如果真係報咗警，警察帶你返警署調查，留咗案底，你一世嘅英名就咁摧毀晒啦。而且去到警署，一折騰就可能要10個8個鐘頭，你頂唔頂得順啊？不如咁啦，破財擋災，你睇下身上或者提款卡有冇幾千蚊，賠返俾佢，當係買個教訓，息事寧人算啦。如果你唔夠錢，我呢度可以借住1000幾百蚊俾你頂住先。陳生當時成個腦袋都一片混亂，被個金鏈男嚇一嚇，再被呢個好心嘅和事佬一勸，佢真係驚到失咗分寸，開始動搖，心諗係咪自己無端端惹禍上身，不如真係俾幾千蚊過關，好過被警察拉。正當陳生驚慌失措，準備要由個銀包度攞張提款卡出嚟行去附近提款機攞錢嘅時候，好彩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呢間藥房嘅老細其實一早留意到門口有嘈音。呢位藥房老細喺呢個商圈做咗10幾年買賣，見多識廣，一聽出面個金鏈男叫得咁有節奏、有劇本，再見到個所謂嘅和事佬好似未卜先知咁行出嚟勸人賠錢，老細心入面就已經知個大概。老細即刻由鋪頭入面大步走出去，一邊行一邊大聲講：喂，發生咩事啊？喺我鋪頭門口嘈嘈閉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呢度門口裝咗3部高清閉路電視，全天候24小時錄影，連地面上一粒沙、一隻螞蟻行過都影到清清楚楚。你哋邊個跌銀包，邊個執銀包，個銀包原本有冇錢，跌咗落地下幾耐，我入面部電腦錄像全部有記錄。你哋唔好喺度嘈，我依家立刻幫你哋打電話報警。等警察嚟睇我部閉路電視錄像，睇下到底是邊個講大話。嗰個金鏈男一聽到藥房老細話有高清閉路電視錄影，仲話要立刻報警，原本那副不可一世、兇神惡煞嘅面孔，竟然1秒鐘之內僵硬咗。佢同嗰個斯文嘅和事佬眼神對望咗一下，兩個人嘅眼神入面明顯閃過一絲慌張。個金鏈男即刻收起個電話，支支吾吾咁話：唔使啦，老細，既然係咁，可能係我啱啱喺第2度買嘢嘅時候，自己記錯咗，啲錢可能擺咗喺屋企或者第2個袋度呢。我都費事煩到警察啦，今日算我倒霉，算數啦。講完呢2句話之後，個金鏈男同埋那個所謂嘅和事佬，竟然連頭都唔回，好似見到鬼咁，急步穿過人群，一溜煙咁跑走咗。轉眼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直到呢個時候，圍觀嘅街坊同埋陳生才如夢初醒，原來呢2個人壓根兒就係一夥嘅，佢哋係合夥做一場大龍鳳，專門喺度擺設騙局陷阱。嗰個黑色真皮銀包根本就係佢哋故意放喺地下嘅淤泥，入面可能由始至終就只有2張1000蚊
或者甚至乎連嗰2張都係假鈔。佢哋嘅目的就是等一些好心嘅老友記或者路人經過，一時手快快執起個銀包，然後佢哋就一個扮演惡人原告，負責威脅恐嚇、揚言報警，做大聲勢令你心理崩潰；另一個就扮演好心嘅和事佬，負責在隔離推波助瀾，軟硬兼施，勸你俾錢私了。如果陳生當時身邊無藥房老細出嚟用閉路電視呢一招嚇退騙子，陳生可能已經乖乖地去咗提款機，將自己辛辛苦苦儲落嘅幾千蚊退休金拱手相讓俾呢班無良嘅騙徒。呢個真人真事聽落係咪好匪夷所思？但依家喺全香港好多唔同嘅區域，呢類變種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。大家要明白，呢班騙徒好精明，佢哋點解要揀藥房或者街市門口？因為呢啲地方平時最多老友記出入，而老友記往往心腸好，同情心重，而且最重要嘅係，老友記遇到犯法、警察、坐監呢啲字眼嘅時候，心理承受能力比較低，好容易會因為害怕名譽受損，驚連累屋企人而選擇妥協，選擇俾錢消災。而且呢班騙徒往往係幾個人一齊行動，分工明確，有人負責睇風，有人負責放銀包，有人負責做戲。如果我哋遇到呢種情況，萬一你真係一時大意，已經伸咗手執咗個銀包起來，而對方又好似劇本咁衝出嚟話你偷嘢，話少咗錢，你第一時間千祈唔好驚，唔好被對方嘅惡劣態度嚇到失理智。你要大聲堅定咁同對方講，好，既然你話少咗錢，大家都唔好行開，我依家即刻幫你報警，由警察嚟處理，搜身就由警察嚟搜，驗指紋就由警察嚟驗，附近有閉路電視就等警察去調取。你記住，真正嘅騙徒係最驚見到警察嘅，因為佢哋本身就身有屎，只要你態度比佢更強硬，更堅持要報警，佢哋往往就會借故留之大吉。不過最安全、最有效、最能夠保護自己嘅方法，始終都係嗰句古老嘅名言：路不拾遺。但我依家要賦予呢句4字詞語一個全新嘅現代防騙含義。依家嘅路不拾遺，唔單止係講道德，更加係講緊自我保護。各位老友記，各位街坊，以後行街嘅時候，無論你雙眼見到地下有個幾名牌嘅銀包，定係見到一沓好似好誘人、金燦燦嘅大牛1000蚊紙，甚至乎係一條金鏈，你都要當佢係透明，千祈唔好伸出你嘅雙手去掂佢。如果你真係覺得唔忍心，覺得個失主一定好慘，你大可以企喺原地，用你部電話打電話報警，話俾警方聽邊個位置有市民遺落咗財物，等警察派人嚟執。或者你可以叫附近商場、藥房嘅保安人員過嚟處理，但你自己千萬唔好用手去觸摸，去執起佢，因為你一觸摸，你嘅指紋就會留喺上面，到時騙徒真係報警或者糾纏起來，你就真係百口莫辯，水洗都唔清。依家呢個社會，資訊雖然好發達，但呃人嘅手段亦都日新月異。好多時候，騙徒就是利用我哋香港人嘅善心，利用我哋一班老友記嘅正義感嚟做壞事。陳生今次係好彩，遇到個有正義感、有智慧嘅藥房老細救咗一命，但下一次我哋唔知自己仲有冇咁幸運。所以大家睇完呢段影片之後，唔該你哋動一動手指，將呢個信息分享去你哋嘅家庭群組、老友記群組，話俾身邊嘅公公婆婆、叔伯兄弟聽，叫大家行街都要打醒12分精神，記住執起就大鑊呢5個字。見到地面有任何可疑嘅財物，雙手放後，直接行過，千祈唔好貪一時之快，或者好心做壞事，變成騙徒眼入面嘅水魚。希望今日分享呢個陳生嘅真實個案，可以幫到大家，等我哋一齊做個精明嘅香港市民，等呢班衰格嘅騙徒無所遁形，無法得逞。